来到勾勾工好吧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怡姐，我发现啊，现在客家庄啊有好多的民宿，有的很有特色，有的很时尚呢。对呀，我上次去苗栗诗坛啊住的那一间民宿就非常的有特色哦。它不仅仅啊是有英式的庭园，同时啊它的寝具都超棒的哦。它的枕头还有皮，非常的赞。你说的枕头就是枕头了，皮就是棉被。哇，这么棒的话，你一定要带我去哦！我超喜欢民宿的，而且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，也太棒了吧！没错啊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为什么现在民宿这么受欢迎吗？因为很多民宿它的风景都很好哦，因此啊，把这个从两一打开啊，就是美不胜收的感觉。你说的从两就是窗帘了。今天要教给大家完整的句子，就是枕头和棉被都好柔软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枕头同皮都动软，枕头同皮都动软。今天勾勾工哈发带大家到民宿里面去睡好舒服的寝具哦。休假的时候啊，来苗栗诗坛走一走，还真的能够放松身心灵哎。对啊，而且这里好有英式庭园的 feel 哦，很舒服哈。嗨，石小姐。嗨，我带你们看看房间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敏华，你看这个枕头和皮，看起来都好舒服。哦，对啊，在这里应该可以睡个好觉吧？我觉得应该可以耶。哎，敏华，你看拉开从梁之后啊，外面风景好美哦。啊，敏华，你看风景很美哈。真的好舒服哦。如何啊？来去乡下住一晚，很棒吧？超棒的，谢谢你喽。不客气，下次我们再去找有特色的民宿，好好享受一下。不过现在先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给大家的客家话。首先要教给大家的呢，就是枕头了。枕头就是枕头，枕头就是枕头了。那棉被就是皮。皮就是棉被的意思哦。还有啊，现在的民宿呢，风景都非常的好，千万不要把你的从梁嘛关起来，一定要把它打开哦。从梁就是窗帘了。同时啊，今天最后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枕头和棉被都好柔软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枕头同皮都动软，枕头同皮都动软。今天勾勾工哈发带大家体验一下客庄民宿的美好感觉，我们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。